保养时宽，后场开闪光，有啦开假讲。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土司中阿中股，又到了你老后生人大追股嘅时节了。相信有青岛嘅大学生3年、4年家下就会想到，毕业过后到底要做乜嘅咧？伊個朴素就會講，出社會去創業，唔過另外一條路可能就會繼續來讀書。根據人哋調查報告看得到，2016年時節全台灣有18.1萬嘅研究生，唔過到2018年嘅時節，單槍存到16.8萬，又看得出來研究所嘅競爭更來更激烈。唔過咧，做得表示後生人對研究所更來更冇興趣冇啊。你今日邀請到6個後生人，留大家共下來討論呢個讀書嘅問題咯，眾上來分享。首先，老太太小姐就係阿志怡。大家好，我係毛土體研究所嘅志怡。等下來問下做乜嘅冇係讀題。第二個小姐就係李嘉。大家好，我係有去考試，但係冇去讀研究所嘅李嘉嘉嘉。你打算係你社會資源嘅研究係你？哪有？老會情商嘅。真嘅，老會情商嘅前面。會好嘛？嗰個出社會。第三個啦，就介到呢下當喊到讀研究所嘅回傾啊。大家好，我係回傾，我呢下當到嘅讀研究所。我也還好傻呢。學生票，等一下，中白票，你咪講過嗎？活到老學到老啊！我可以買學生票，你係有上映嘅，你不是學生票誒。拿你腦。第四個，老太有手計，中白票。大家好，我係摩托研究所嘅。這個是資料寫的，學霸中白票。自己講啊，我每跳去情景聽咗我講誒。唔可以拜誰咩？係啊，唔係太謝哈，今天哈學霸啦，是學霸。原來是隔壁的好吧，難怪摩托研究所。聽上你菜場有勞論文下睇嘅應用上人職業嘅阿思權。大家好，我係讀應用研究所嘅思權，我要畢業喎。啲宣告又來啦，嗬！宣告又來。最尾老家小姐度係唯一又要讀聽研究所嘅阿小鳳。係冇唔錯，我就係唯一要讀研究所畢業嘅小鳳。哇，看唔出阿小鳳就超像你老公人員講嘅胡幹嘅狀態要看唔出。係咪？佢愛無天天，係愛後佢係成果就啲嘅。人家去董仲門啊！因為你拉蟲，嗰種真係拉果啦，把拉蟲，唔得拉蟲啊！咁我講前幾年讀研究所咧嘅問題，其實當到大學生幫3年生，當我3年生時節就開始考慮講，我過後愛去出社會做事，講我繼續來讀書，因為經濟調查3年生咧開始來調查講，你做乜個讀研究所？用當然咧理由是係，因為我唔知我做乜個條路。阿志怡，你這樣是報考研究所係因為安尼原因係咪？所以你安尼係做乜嘅？陶瓷娃娃係冇？以前要做開關。因為家講到重點，嗰陣時真嘅有啲唔知愛做乜嘅，再過來就係嗰陣時。簽多次界出路就錯嘅。係，真嘅就人生冇方向啦。係，嗰時候嗰陣時情商就建議嚟講，既然你出去大學嘅時間成績很做得，既然又對讀書雖然我蠻有興趣，嗰時候你就去讀啊，跟住就想好啊，你做得啊，幾地杯你不卡地杯到嘅阿公阿婆嗰陣時就講，哎呦當好呢，你不卡地杯到，哎呦就碩士生呢，當好。嗰時候我就想。既然啊，我又冇方向，咪我就去考試嘛。嗰陣時我就考了3間咯，第一間就係台北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嘅表演組。戲劇研究所的表演組。老太太講可能睇真好冇對呢個研究所冇乜老太太講這是戲劇圈裡面的台大。冇錯，東南考，我就唔驚死。其實嗰陣時真研究係外地外考唔到，我係硬愛去嘅，就是大眾請出錯的前頭腦。冇啦，其實嗰陣時就是想說會不會有奇蹟？結果可以跟你相關的。這世界上的奇蹟還是很少的。結果你就講沒有160公分鐘。請見老師都是有關係。沒有關係的。後來我還有去考嘅中央大學嘅
客家語文字基沙比考學風呢？我唔錯，東從嘅名誒，就係學長誒，再過來就係文化太好嘅去徛，去徛嘅，嗰陣時我就去考嚟3個，嘅台北市藝術太好去徛嘅。兩岸都講學家名個，北藝大嘅去徛嘅研究所嗰陣時誒。就冇考到嘛，再過來呢，然後我就是面試入去嘅，去考試入去嘅。不過呢，文化太好還有中文太好，我就用推薦嘅方式入去，送入去。嗰陣時呢，我就會中文太好就會備取，因為文化太好我就會榜首。大小名哦，很棒。还有文化哦，你有没有很酸哦？酸葡萄心甜啊！还是你讲你敢讲翻原来酸丢丢哎！我要那个各位文化大学的校友，你家在这边一切都是他一切都来滴哦。你最看了冇人看啊，叫做按個講法啦。对他爱冇按用嘅意思，好唔好？哦，後來嘅藝不卡特別多，因為嗰陣時種 P 就會感覺講，愛碩士生就愛國立嘅碩士生嘛。嗰時候佢哋就講，跟住你就拖開種太好就好呀。你後來 P 7有 P 上咩？我就 P 上嚟，就拖嚟，就做人嘅學妹嘛。我後來我就我想會做起好唔好咧？你就說這個怪學長，我就面試到佢啊，就會感覺我用去愛。我要你現在很醜嘅，你現在很醜嘅，沒辦法，沒辦法。咁啊，要買上關，基本上你自己不過半面前都自己險題。係啦。不過真見啊，你嗰陣時去會想講自己潛兩人生目標，像你嘅亞洲風頭牌就冇乜嘅目標，係冇？人生多啲係咪潛到乜嘅目標？冇啦，你係潛到嘅啦。你幾老實啊？就會蹲搖。冇啦。然後都扮演，都扮你演。我吧，然之後當然後太好4年家下哦，就對你想講，我考研究所冇，我都考你家下哦，想講冇考你解博嘅好嘅，結果我就接到嘅我周邊嘅通知書啦，邊單啦，我就話，我好我去周邊嚟哦，我好眼頭要用緊啫，我好沙啲我邊一再擼拱條嘅，我就冇我繼續去考好嘅，我嗰陣時想去考，而家講嘅幾件學校，我沒有考你，如果我最後我考你咧。唔係完全講一定要國立的，但是考你講遇到會私立的，係就講會較多錢。哦，錢得多啦，係啊，嗰陣時我有想過，我考嘅話吼，我投入有啲苗栗較多，就係讀嘅苗栗的聯合大學，係聯合大學。啊，嗰陣時我考家下哦，我想講，第一隻上一定先推甄嘛，結果我就。做乜嘅事情吼，就會試出種嚟欺騙手。等到我結天我去家推甄時間已經過體咧，冇法度嘅，我就叫做考試嘅。佢係考嘅客家語文和傳播研究所。去考試考乜嘅？語文學跟傳播學，那傳播理論，那是冇咩嘅，你做表演嘅結果學校嘅線上動向，我拜託佢哋讓我尋資料、尋重點，我就用拍劇本嘅方式去拍重點。我係先考過筆試哦，再過再撇掉面試哦，然後將晉級成功嘅哦。故說我強調，唔係推甄嘅哦。好，所以我不用講今天搶你哦，幫手。趙峰最棒，給一個掌聲。而家傻邊條嘅。不過真嘅問咧，回傾啊，吼，加那個白強還跳少男講吼，講乜嘅活到老學到老，冇禮貌。不過真嘅為多轉型，因為同出社會研究嘅，做乜嘅要多轉型上嚟做係該用是插貨係冇？馬講插貨，我係真係當好投訴啊，我係真係好投訴。還有一家重點係，我很喜歡拿紅筆畫重點。我想說他好紅的，嚇死我了。拿紅筆畫重點，從細就拿媽媽的口紅在畫重點。雖然講還沒從中白看安慰投訴，我算是那種苦讀型嘅，因為對自己當苦讀啊。係啊，我是苦讀，我自己有去投訴啊，唔講我還係當享受。係啊，不過談講咧，回傾咧下咧學校，老愛係姊妹學校。姊妹哦，唐靜茹啱咪偷過嚟，邊姊妹？一直對強家內同地度嘅學校，強家系列，我啱偷嘅係青花台嗬。青花台，係黐住
俺没有吧，俺抽改庆发台，欧吧，他科系比较奇怪一点，嘿，环境、文化、社区、社会资源。哦，给以后就会做保洁阿姨耶。哪里有来环境教育好吗？环境教育。你不要种300Q 嘛哈。马路一条路300Q，毛欠流，毛欠流爱买，做毛欠流，喊。你看我红暗几点啊？不過，我哋南昌嘅附近啊，從頭做呢個客家生理、客家嘅東西，一定會要學教授哦。係，然後客家有關。咁做乜木頭嘅客家學嘅客家內容？我剛用是以考改時節，慶發台後改嘅委員口試面試改嘅，其實問我講，因為做了客家有關係嘅研究，你這樣應該要去念交大啊！我躺到去講念交大，我就偏偏不要去念交大，因為你要硬撐。係啊，因為我是硬頸，因為我知道愛做了客家有關係嘅研究，唔係一定愛去讀了客家有關係嘅科系。冇錯，就挺不要把自己限制住嘅感覺，那個限制到咧客家。客家咪做得變環境文化地圖。係冇錯。哇，你的輩分去通咪好？你做得搞高師問題嘛？你高師搞唔掂。咁對家用書嘅面試嘅口味都有影響。唔係佢對我當有影響，係因為部後幾邊我嘅班導。哦。只係佢係我去讀交大。係，因為部後幾年我乜嘅名佢都係得出來。不過你想，我陸航督導記者，你馬上，派誰？我係錯不應面試你的教授。係啊，佢對我有影響，不過我淨係對佢冇乜影響。冇錯，其實基本上大家工作當多係做乜嘅同研究所，基本財創很有意思嘅，同音樂相關。到底音樂研究所係做乜嘅東西？先聊下，等下再來繼續來講了。你睇學家下喺線上講學東西，研究所家你搞線上。太學其實教育藝人呢，就係線上認識西瓜。就是西瓜，我買冰棍，我是酸豆，你喜歡吃西瓜？你喜歡吃西瓜？哦，我哋是。按個當研究所後，就係去教愛讀你。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我嘅節目現場，加最冇有滿到你亞視卷，而研究所千張係老一般嘅那種學術嘅冇教養，音樂嘅研究所到底係讀乜嘅？嗱，睇下講行音樂，咩啊？當研究，哆來咪邊其實咩係哆來咪發嗦啦，算咩咯？當研究呢啲米地言都要。冇同樣嘅顏色同個性，也就係我研究所做嘅事情。所以我嗰時就喺盲從，就喺我哋辦公嘅同學攏，大家人攏去考研究所，就聽到你去考。結果裡面本來申請到一間，我本來喺讀太好喺讀中國音樂呢。哦，嘅動情庫。結果裡面我喺主修，我專業可以跨組，所以我要去選擇考實用音樂呢嘅研究所。我就拿我主修去考去讀喺研究所。我專業就係學俾你看到，就係人家講嘅面商。俾你看到，俾你看笑法俾你看到，俾你看到。咁講到一個從音樂啊表演方面嘅課呢，唔單止學課，還有術課。術課。人家術課都幾樣事去考嘛？我考面商。還有考，我哋咩有理論嘅東西，音樂史啊、曲式分析、和聲學，還有巴洛克時期嘅對位，幾種基本。主要係從人家一般學呢考嘅面試，我哋嘅面試就係專業嘅表現，要鋼琴就彈鋼琴，係。你可以睇下就再爸爸，我已經彈咩事？大家我後面上啊，就會充分教書。你示範下就好咧。我輔修鋼琴啊，就會彈鋼琴。今日準備嗎？1、2、3，開始。這種嘢你要加錢。好啦，冇係咩晒你阿娟啊，因基本唔係農業大擂台嘅建築，咁我家堂度就係要讀研究所，要考到研究所嘅。我就知道理解嗬，佢
高層緊啲東西係攞去盤死，知嘛？你去嚟講死。哦，其實看起來沒像學霸的樣子啦，好唔好？我說我都依靠研究所。你夾講。可以來嗎？係，我係咩有去考中央大學，我嗰時包喺中央大學師範大學。不過師範係考嘅像歌舞劇嘅學內啦。哦，我啲咧。不過冇考到，係北區，但是嘅中央大學喺線上有老外寫嘅推薦函，但是我就想講，唉。冇去學咧，嗰種做乜嘅？就冇去下咧。我知道我自家對欣賞真係非常嘅排斥，因為嗰時你成日喺成日發書嘅呢？係啊，其實係選美嘅呢。你老嘅訓練當做那個明信片啊，嚟收藏嘅。這件我都給收藏起來了，嘿。不過誒對欣賞真係非常嘅排斥，因為嗰陣我就見啲想講嘅，到底愛通研究所，亦係出社會。通研究所嘅優點係乜嘅，缺點係乜嘅，我係要做業表。唔過前面我係先睇講，我想愛先出來賺錢，過來看自家適合乜嘅研究所過來投咩，唔會做到慢啦。咁個講正經係大學嘅時節，讓我哋談嘅研究所正經要動態嘅插片，哦，家下如講到自家動會、動強、動殺、皮、動厲害嘅汪小鳳，都要喎。係，你知道大學人研究所對你來講最大嘅差別係乜嘢？要動態嘅差別咯，大學家下吼，一般要動到同學，唔對冇？唔係無來上課吼，馬上一看就看。誒，大學唔係發現啦，研究所一看就知嘅，就看天天，看天天。尤其係你已經找好人家字頭高數以後，有冇？字頭高數可能就200學生嘅、300學生嘅，你就看得唔用翻無來。誒，你講係正經嘅差別。哎呀，所以因為其他係咯，線上當頓，你係太好㗎，冇家冇體面冇。唔做一本線上當頓嘅嗬。唔少太學時節就分咩？冇啦，講認真嘅啦，因為太學家下喺線上教唔學東西，研究所家下。你搞線上。冇吧？有道理哦。嘿，你愛解釋哈，就講一隻東西哈，請你底模好，告訴佢請你去請資料，幫你自己去證明，好啊。你底以後，你了解以後，你自己底模好，你要曉得講本片人底，然後數字化的東西，哈，做量化的圖表，哦，或是 PowerPoint 介紹本哎呀，他唔係，跟住係投影的意思啦，做簡報，哎，他係什麼？簡報，他係什麼簡報？啊，最後用 PDF 檔，其他唔係照睇。冇錯，啊，你要知道嘅要通過研究所。你同大學嘅師姐師妹咧，應用喺邊面係啊？你要做嘅題目哈，就係已經發生的事情，我就還蠻發生的事情，你就預設過去啦，然後探討未來。探討過去，預設未來。預設黑暗的啦，係啦。你啱啱喊做得比你啊噃。回見姐，係啊，又係佢了解嘛？回見姐，你同嗰些阿伯講嘅話嗎？我只是頭冇埋先，啲上台上司佢。我媽咪應該都談先，佢靠嘅咧要圖片啊，嘅喊後談先。咁我對回見來講，正經呢下去讀過後，然後跳擺讀書嘅水題政策。呢下去討論嗰陣啲研究所後從事嘅係各三應該思考。很多教師啲部度，其實老師很少在講課，佢可能丟題目，喺你自家就去論述、去分析該構上，抄你的，你給我沒有講出來。是因為自家去分析了，佢市場可能會本意見，佢通後咪會本意見。佢到台後冇朋友，台後是愛系統好單方面知識的吸收，佢台後嘅專業都係分組啊、小組，或者研究所是係自家。冇錯。你阿師叫咩認同講誒？加阿飛佢有講到，其實研究上同初衷嘅即係講一生人設計嘅完成，獨立嘅思考嘅過程。獨立性較重要。你太學其實教育藝人咧，就係先生本色西瓜，就是西瓜。哦，是西我瓜。係邊個？我是雙個，你喜歡吃西瓜？我在想三百個。你喜歡吃西瓜？哦，我哋當研究所後就係設計愛獨立，係主動。設計意識。已經變設計意識。
我即家去去干了一切，即家去學，即家去識個人才到可能雙人才。偶爾又佢突出個欣賞，伊冇辦法接受，伊會否認你，他就會一直否定你、打槍你。這就是研究所的生活，研究生的生活。嘿，今天來講，說對台資家來講，其實研究所係一種邏輯思考的培養，因為其實呢高教的那種我們的教育嘛，就講台學其實又相信會強到，台學嘅其實又都有從各種嘅一種嘅培養嘅方法，線上教你就自家單方面嘅學習，單方面嘅吸收，咁個到研究所其實線上可能還係會教，不過是比較理論性的、很簡短性的，咁個報每後部嘅理論，因為自家來證明講，為什麼1+1等於2？我線上教本講1+1等於2，可是你要跟民講，做乜嘅1+1一定會等於2，唔係3，唔係4，係冇。咁個讀研究所最大嘅魔王啊，是係那個論文啊，論文就本動多因為起到動幹苦啊，阿思群先來分享㗎，這樣是寫論文動艱辛嘅過程，好冇？咁多論文啊！冇叫，論文啊咁正經哦，係講係教書會看到天使，因為其實啊，董事姐我寫論文，係我教書自聽嘅，其實今年都全台灣冇一啲題目，就係冇人寫過，就講我基本上冇乜嘅參考嘅資料，所以我應該算大頭鳳蝦。多佛海灘 ，Dover Beach 係昂古嘅意思咧，是 beach，梗係 Long Island，係就係 Long Island，就是多佛海灘其實時間我要查資料嘅時間，我先對作曲家開始。時間從原政大圖書館就外界嘛，就冇書，台嘅絕版。所以裡面最明冇買參考書，就冇對作曲家呀部分影響就寫到英國文學，因為中國有歌詞一件事情，所以我就對也作詞者都馬修阿諾德，也一個英國文學作曲家。馬修阿諾德，唔係講英國文學嘅人，我去研究英國文學，就去研究伊嘅作品就係多佛海灘。結果裡面提供也唔係阿諾德伊最成熟時期嘅作品，所以其實同樣都冇乜嘅資料可以寫，裡面還是專顧來寫，比如說從我哋表演嘅上面嘅詮釋報告、樂曲分析啊，我能完成嘅論文。但是我們還是在場，還是有另外一個有寫完，還個不就還問一下。你話人喺教書嗰邊，然後一打就他馬賽克。哎呀，我講，佢寫嘅論文啊，學校係用學校嘅規定啊，像我嘅規定係講，我發表一個小論文，我提研究計劃，然後最後再發表論文。一3隻集團吼，冇強用嘅學期，你知嘛？等於講我花2年嘅時間來修學分。研究所做得讀4年嘛，我學分修完就2年過體咧。我再過了1學期，等到下1學期，佢告訴我，你2學期沒有發表小論文，你就亂插畢業了。哦，故說以為同天發，我再開始寫。好，等到下1學期，你2學期沒有推論文計劃書，你就亂插畢業了。故說，哎呦，試出嚟，結結欺騙手。係我要結結寫，等到最尾1學期。就係講你2學期一定要攞論文寫出來，嗰陣是公研，公研家好，我冇現實公研，我是冇命咧，人研嗰題就快學嘅，就存到最後尾1學期，人研究都按辛苦，係，結果嗰半年啊，我完全所以講我冇做車，我完全冇做車啦，全部地方係寫論文，我規天啊全部係書，規天啊全部係資料，論文嘅教書係咪真快速關？係，同浪費。嘅電子檔件冇愛看，叫我看紙本。係我印啲台北紀念啲苗栗，我當工印出來送本佢看。我一來去嗬，拍有30多40多按度，見怪。係啊，寫論文大家一定會讀到乜嘅，熬夜晚睡，長痘痘，綠頭拿毛，牙齒變黃，面相轉黃，係額頭轉烏。我長都講一百，都點解咁重要？最近想用去馬上去同研究所，唔係啦，也係一個過程啦，真要寫出來嗬，唔係按簡單。真嘅啦，咁我講到咧同研究所，其實要當到
众多东西做在讲，比如讲咧，同写论文的时候，有上去有对应会好电竞的人，即讲俺听出来写同样版去，有上去有对应从来放小风就讲，俺有写，但俺有毕业不是好的。有下就好。跟妈你讲，就其实的性格就是安样欣赏，是安样欣赏嘛。我安尼观众朋友们想下，假使你来通研究所的时候，要知道人家嘅论文安样版形式啊，还讲自家有自家抱负，自家有自家理想，韩国你假使通研究所的时候，人家嘅同學有想講，佢係乜嘅現實嘅人嘛？等下再嚟繼續落大家大嘴鼓了。因為嗰陣時真係喺入去過後，我真發現講，嘅圖嘅內容啊，我冇乜嘅興趣，你圖嘅係客家語文學。難怪如果調學，因為基本都啲下一嘅學教嘅，你自家係紅你嘅名都講唔出來，很多客家語文碩士班。哦，客家語文碩士班就學語文學嘛，乜嘅幫湯並名非富鳳為幫富鳳。那叫聲韻學，謝謝。聲韻學。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公嘅節目現場，加水妹係阿小鳳有講到這個寫論文當堅持嘅過程，我就知道那邊艱苦啦，我超悶啦，那邊艱苦我就講。佢寫論文嘅唔啲，佢擠破腦子，佢殺死腦細胞嘅事情，用不過佢最尾就乒乒一下，然後寫佢就冇寫出做對看嘅論文，係咪？我寫白謝位哦。唔係，因為咁多年哈，佢為到要世紀創舉，佢之後叫我寫論文，佢係按法按圖嘅形式，佢就要動用心寫動厲害，結果時間付唔差，冇畢業。對。有個研究所肄業，考畢業長可以做研究，對唔對啊？你冇修改研究倫理啊？對你一個研究者，超毛研究倫理，是不是？是不是？跟你最起碼你要平安畢業嘛，係嘛？你最後肄業得不償失嘛。你就係冇知識啦。係，唔好咪畢業未啊？係嘛？咪畢業未啊？有啊，低空畢業。阿志怡講，阿小鳳冇知識，跟有知識嘛。我比佢還有知識，我真正冇寫。我冇寫，因為嗰陣時真係喺入去過後，我真發現講，嘅圖嘅內容啊，我冇乜嘅興趣，你圖嘅係客家語文學。難怪如果調學，因為基本都啲下一嘅學教嘅，你自家係紅你嘅名都講唔出來，很多客家語文碩士班。哦，客家語文碩士班就學語文學嘛，乜嘅幫湯並名非富鳳為幫富鳳。那叫聲韻學，謝謝。聲韻學。好，我就冇圖題嘛，因為我就真係冇興趣啊。再講我嗰陣時就想，跟我也在考內畢業過後，我做乜嘅事情，可能就會做形式嘛，再過來就會做學習，有啲係研究嘅人嘛。不過我就想，我就冇想過做一條嘅條路啊。嗰陣時聽到學種哦，還有形式我都行嚟哦，從佢就行嚟，佢就講啊，你啊愛畢業最少愛4年哦，最少愛4年哦，有人係6年、7年、半年哦。最好有半年，根本就不符合教育部的規定。7年就要休學2年呐，安尼6年啦。嗰陣時我就嚇到我就想哎呦，畢業過後我都會送嘅路。你就變歐巴桑係啊，我做歐巴桑，還出去，還出去做事。有人會用愛夢，我就想愛用做唔得，故所以我就真係就休學咧。因為我就講講我聽晚出社會，即係其實最真嘅就係第8度學嘅東西，我冇乜嘅興趣。不過才創哦8欠。我看到了下，我真發現，我係了下現場哦，為這個衫哦，老研究所完全冇相關嘅。你學霸，你學霸，其實我係廢倉、散倉、轉倉嘅讀書嘅。我尤其是到我媽媽嗌咩講吼，我真正廢倉上嚟讀研究所，結果佢講我記清嘅。繼續讀啊！心肝肚子。嘿，家庭的記起係動腦筋啊！結果咧，撒下咧該題吼，來付我直接心碎。為什麼？你講嘛？唔對，自家福建就好呀。係啊，自家拿學費啊。係啊。不過我也立下志向哦，我想講，冇是先出社會咪做，但係他先傳錢，自家傳錢本自家嘅學費啊，還有冇事嘅結果咧，發現到境內境傳錢就發現。你嘅讀書境內經驗，因為太多嘅年輕嘅社故啊，因為嘅
鏡頭個當個乜個經驗啊，誒乜個合作啊，所以咧還有幾種動力有乜嘅東西啊？想會轉去讀書啦，就裡面啦，剪條較重我話用糖果魚嗬，就唔是啊，唔是啊，你咩所有一年拖出來就用按嚟氣質好冇？啊，拜托，你在幫我們研究所打招生廣告，還是那個廢物廣告？其實你動力可以要讀題，還要畢業，不過看唔出來。看唔出來啊！不過講真嘅，你一篇要當到一件都當到嘅圖嘅韓國，就算有效果，不過最少咪要讀過。啊，之前知道你讀了一年過後，真嘅老條牌本你帶來心態改變係嘛嘅？其實我感覺真係最大嘅改變，就係我知道自家中意乜嘅東西，唔中意乜嘅東西。係為咗以前啊，我真嘅老多講我自家係乜嘅東西都做得接受嘅人。後來張弟講，其實唔係呢，我真係有自家非常中意做嘅事情。其實後後一件事情，真係係人生地位度啊，提早自家做嘅決定。以前都談人嘅安排啊，總批嘅安排。不過說，我感覺也咪係我提擺獨立嘅選擇，因為我懂相信一句話，就係講，你行過嘅路都會有你願意嘅，你做過嘅事情都做得成為未來嘅養分。開千條哈！開檔叫呢？點解學你嘅喵記咧？結果不要留意，會記得安，或者安熟了。剛剛講嘅話，我想自語名言。曾子瑜名言：不記得學系的名稱沒關係，要記得人生的道路就好。點解嗱個回應對於來講，雖然咧嚇當一解脫，突然間叫做過後，你知道對於最大嘅、最深刻嘅改變係嘛？那它是增加養分啊，養分不夠隨時增加。施肥的概念啊。對，施肥。你要講這麼難，姐要小心啊！即係調味料愛加因為我是都系統研究所，雖然講我忙頭題，唔講我是都咧狗上，我是就是眼界有變得開闊，還人世間人真是多動多，還沒有人講係研究所其實係一交朋友，我是都也是有這樣子的感覺。動動你稱不上蠻福倫社啦，同濟會啦，福倫社啦，就係交到朋友咧，就朋友。因為有錢，他才叫他上班啦。係啦。嘅王小鳳雖然懂模上係悶，唔過過不久，因為冇買年好悶嘅啦，悶下你知道啦，出來嘅2年3、4年嘅研究所，通年4年，啊，通年嗬，最後一學期畢業咧，哦，懂了，暫不應該暫。你出3年過後，你知道你啊讀到嘅東西對你有幫助嗎？我一開始畢業以後，我咪去做兼任教師，想要減點來好味嘅，就發現到也好吼，要好幾下年。一個蘿蔔一個坑啊，啊，就冇多講嘅。啊，結果去老闆上班以後哈，我才發現到，你去老闆上班，一般的公司啊，小公司，我有在快速關。韓國唔學英語嘅夢表演一團好冇？你可唔可以偷聽學學嘅呢？要不然發通為亞就不容易主持。啊，你係偷看見嘛？你表手一下。係，就用安尼套理。我有研究所畢業嘅係冇？我嗰陣時哦，喺做業務哦，我是在公司一個半月。全部都會做老之前的資料，把它做表格化統整。要做檔管就錯嘅，檔案管理莫名其妙。莫名其妙。不過讀研究所過後，我真經知道，就讀研究所對資料的分析、資料的管理，真經要做好人。你有安樣感覺？其實對於開始我就發現到吼，唔看東人佢做嘅事情哦，那個表格化就安樣講繞遠路啦。花較多的心思個力氣啦，你就一看就提講，然後做啲人做到較簡單啦，係啊，還有通研究所家講啊，認識一家嘛，好嘛，你提講，做得好也唔好嘛，係啊，咁你提講，原來我想做啱啱做得啦。好嘅，阿思叫你讀聽研究所過後，你知道研究所帶來本人乜嘅冇咁樣改變冇？應該講最大改變就係，都係研究所也高層地方學青島就會不看人嘅面色。因為學生咧對教書就係
我毕业嘛，还是要看先生的面色。还有有伊嘅人冇，伊會從天數較多，還是伊就變上即個看有辦法變嘅冇。英國出社會未做得咯。冇通研究所未英國來係會讀到啦，不過啲範圍較細啊，就1 by 1，冇就1 by 2啊，小社會。那窮死未啲哦，假使你媽媽係裝媽媽，你就會知道。其實冇結婚人，喺拖到黃太太。你咩字咧？你咩字咧？你咩係每群了解我跟黃太太來哦。你長壽，我唔記咗講啦，就係咁我學青島就係可能自家本身咧獨立性同嘅主動性，佢也會較重要啦。冇錯，真嘅，我有人會到명行安尼比較，就講其實有透過碩士嘅年紀到職場上可能表現有下傑出，有下突出。他會表態，他會表態。唔過，咁有真見係安尼嘅壓力感先嚟分享，很多人嘅職場上唔度過安尼碩士畢業面，佢咁多職場上表現有下好。我知道真嘢，我看咧，有啲真嘢係當好，唔過有啲可能就像安永天。跳好咧，跳咧，就動物表現嘛，咩動物表現嘛？不過我知道，其實出社會行業看設價啦，我知道態度係最重要嘅，無論係讀到碩士班啊、博士啊，又係乜嘅 MBA， 所有嘅動到嘅學歷，唔講你嘅態度，又係工作嘅能力，無啦不成正比，我還係做唔得。唔過係講你係太好學歷聽，但是你做事情嘅態度係當好嘅方，我知道聽錯有應該會俾人看到嘅啦。真嘅，就像講你自家係做事嘅態度係好重要，咁個跳擺學嘅係一種共氣。本年度咧，職場上做得好好來發揮。我哋觀眾朋友們想下，假使本年來讀，咁假使想來了下來去同研究所，要準備乜嘅？先關注，先來準備乜嘅心理準備咧？等下再來繼續攞睇下大在估了。一拖書我拖到有目的，唔爭應該要加錢。學長好帥！哦，天哪 ，Hello， 我先講下結結婚咧，嗬，結結婚。我是做效果的。歡汪小鳳最尾來講下，假使應該多在意嘅時節，你肯係堅持來讀研究所嗎？誒，聽我啊，開馬玩笑，我哋係有買嘅呢，係啦，真係都有出現人講買個廿八係壽司嘅，壽司。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上我嘅節目現場，我家有滿到大家在講，假使本年嘅機會，你愛通研究所，觀眾朋友想愛通研究所，大家愛本件乜嘅建議咧啊？小鳳，大家同學當到本來就係本大就係先生，本大就係教官，故所見到通研究所畢業對佢哋嘅薪水，嗬，見到一結還有退休金，係有增加嘅效果，福利，哦。因為一個學歷會影響到嘅兩個年級，很明顯的效果。故所見到一定會來考。啊，故所我知道有啲人嗬，佢18歲就出社會，結果佢啊第30歲以前嗬，佢不管係社會嘅經驗、條路咩種個動多種，佢30歲行嘅條路就已經穩定咧，有可能咩已經重到人生第一桶金。有啲人讀書讀到已經26歲、27歲。哦，要等於去讀博士，叫出來可能會30歲，佢出社會還沒有歷練啊，佢忙有目標，古時候說要讀書要讀到有目的，唔爭應該要加錢。學長好帥！哦，天哪 ，Hello， 我先講下結婚咧，嗬，結婚。我是做效果的。跟阿師佢用英同阿小鳳講嘅一句話冇？共樣同阿伯共樣嘅時間講，我讀研究所嗰啲，我清楚自家嘅個性還有目的性，喺唔假使喺邊度文憑嘅種子啊，我會建議唔是浪費時間同佢錢啊，自家出社會是條路較重要。嘅阿師雖然講自己冇去。連寫論文都蠻開始，唔過你還可以做得本動作，像我然後董想講啊，那我還是去讀一下研究所，那種懂心泡泡嘅人，本意就建議講，拜託不要，
冇，因為我感覺你下真嘅自己思考，愛讀研究所冇，我感覺你會思考嘅唔係愛唔愛去讀，愛去思考講我以後愛做乜嘅東西，就會因為思考自己嘅方向嘛。差過來，他認真嘅思考唔出來話，就做得先去考試。某一天，你出個地位圖就尋到自己嘅。不過我感覺啊，真係愛建議大家個，總得先學教，愛先考呢。因為先自己真有興趣嘅東西，先真係對自己未來有幫助嘅考呢，按有章去學。係，再過來就係呢，因為我是講很青島屬嘅讀研究所嘅好朋友，像我嘅學長咩，喊出嘅地位圖上網達標吼。你講我感覺呢，然後也對位讀研究所嘅好朋友，總得見門佢講，亞都問夏天。啊，那用是愛變樣啊，像 Free King，我看到佢就會講 Free King，加油！當喊到係讀研究所嘅 Free King 啊，你自己去到咧讀咧就研過後，你自己嘅想法係乜嘅？自己嘅想法是一隻工商改。活到老學到老。你別打斷我的話好嗎？我等一下會解釋清楚我念的科系也都該走嘛。邊走？假使有機會來做啲來讀研究所，因為建議嘛。我肯定會去讀，我咪建議大家去讀。其實我知道種止於愛因也很 OK， 因為佢係經歷過兩件事情，佢一定有冇可能用嘅養分再進來。他啱係講嘅是，我讀嘅科系不是打掃的好嗎？哦，原來係我係做嘅係自己係研究，因為我係做客家文化素養量表的建構。啲嘛？哦，啲。將麥鏡來講，你係乜嘅東西？講先。誒，你阿媽咪聽錯嘅煙水係冇了解嘅學問係講乜計哦？你自己動手不給打。我咩啊，總哥？如果你學會知道講讀研究所，會對你來講都有興趣嗎？因為我哋下讀嘅東西，當我大學學嘅東西係完全冇可能，所以我只要讀懂一點點，我是會當有興趣感。阿姊。會多轉去讀研究所，我係會去讀研究所，不過可能我就會先。你就冇去上我去做牙學，冇去出錯嘅。係，因為我看到聽研到嘅學種就讀唔下去咧，故所我就會。你後尾係做效果呀，講正經嘅。講正經嘅。希望感謝，希望係阿姊。因為我可能就會先配嘅學校去讀啊，某一天我就做啲畢業嘛。我感覺後後對我嚟講，咩係當好嘅人生經驗，就像 Free King 家下講到嘅有目標嘅養分。冇錯，其實個禮拜可以先測嘅時節，因為頭擺係先到係規律比較太好。不過呢個學呢，老年嘅自己嘅興趣又冇乜嘅這種符合。我可能就會先測講做表演嘅啊，可能該種是先測文化題學，對於來講電腦係有好有幫助嘅。可能我一下就會博士生咧，係冇可能博士肄業。博士肄業也有可能，沒做得。如果白劇咪半年嘅機會，你想係正經來去讀研究所嗎？當然啦，雖然吼談到佢嘅故事語言哦，有啲打退堂鼓啦。不過咧，新冠都還係嚮往嗰種吼學人嘅生飯啲嘛，做啲談戀愛啊，做啲穿紙條啊，研究生就快做啦。研究所冇呀，研究。等一下，我要糾正你。研究生結通啊，這件冇啊，這件冇。研究所冇馬桶哈。去到腳踏場，係啊，腳踏車啊，茶油啦，沒有那個要學校勾大掌油哦。你給學校就做咧。你們不要破壞我的想象，好嗎？你係愛夢想，但是正經。夢天是快你天生乜嘅冇？天生就係唔懂認真嘅話，你就會不叻嘅。都要。就會進度就會變皮哈。冇錯。啊，就變質。你一聽出就變到夢想，係想想停停就好咧啦。冇唔錯啦，該你間有認同嘅讀書，按從有故所嘅繼續來讀呢件事情嘛？我知道社會經驗係咪較重要啲位，但是迄個本來個先測一般，我係咪因為像北強強用，也想要回去校園生發寬帶，但是沒老起床啊，我相信，有難嘅，你知道，因為有上時啲社會空啲走條路，真係會做動開，韓國有時會做到有時迷失自己嘅感覺，故所我說有時迄個做咧賺到學生嘅一個時間，應該想法與冇強用嘅。我經歷非常支持嘅，因為譬如講主青啊，雖然老有讀嘛個碩士班啊、博士班冇嘛政策，不過對你看事情嘅
图哈，它因为圈起嘅事情嘅封面哈，经济就正差。其实你这是去图嘅在职进修，对啊，就係五個嘅簽洞洞吼，總的啦，在職較盤啊，一學分可能就我們像一學分嘛，差不多係1500到左右，五個嘅碩士在職專可能係5000起跳。我們相信中百嘅安做牽手的啦，我們中商鼓勵中百嘅去通研究所在職中百。加嘛改的。啊，思權，跟你知道嘅通研究所，你知道會轉去個在通冇，假使個多轉去。假使有來生，我一定會變心，我一定唔會去通研究所。這是尤少奇老師的歌吧？假使有來生，我一定會變心。那不是我不選擇啦，真的是很懂感悟啦，有學美聲有差啦。真係是感覺同你講嘅咁樣啦，較早出社會迄條路，累積嘅經驗，人係理論。錢咪冇窮。係錢咪嘅。付出要較長一些，唔能可以做較多嘅選擇，唔可以選去這條路。你明講唔嘅養分喺條路上面唔拉用嘅，唔可以做進修，唔再歸去學校嘅地。我哋算衝動嘅人，我哋算太衝動去考。衝動去。我剛剛妹有講哦，一講這樣的時候也是真的。你出社會久了以後，你才發現到學生的時間最幸福，真的很幸福。真的，錯公差性命 Q 聽聽就。沒那個幸福啦，搞錯了。這個真的好好拖數啊，好好拖數。對，這是呢我們的兆峰哥的那個肺腑之言。好好拖數就唱黃少虎，一堆錯唔得。就唱爸爸。不過前幾日本汪小鳳最尾來講下，假使應該多轉去嘅時節，你肯係檢測來讀研究所嗎？誒，聽我呀，開馬飯食，你睇有買呢？係啦，真係到有出現人買講廿八係壽司嘅，壽司，你懂唱壽司業係咪？冇啦，冇意義啦，壽司咩壽司吼，你本身經驗啦，你就經驗啦。不過你當沙皮嘅，所以講味道自家冇喺上嚟來沙皮，結果唔係味道自家係咩？味道冇。我以前係咩冇逼佢啦，伊真言講佢討論係有效嘅，係因為當到職業，像很當到醫生啊。或者係咧度職業，係真件都做研究嘅，係跟冇人係相比，係跟到冇槍係重要，係真件都做研究嘅，冇槍言，冇生言。其實係咩冇辦法，係咩有貢獻啲嘛？係有寫出論文，人嘅論文嘅貢獻係乜嘅？都係但係。幾乎一些嘅貢獻就是學費吧？唔係嘅學貢獻，有寫出論文就表示講你對呢個學術界是有所貢獻的。但是要引用度高。冇關係啦，就算沒有引用度，起碼做啲鹹白佬嘅模樣來沙皮講。因為有嚟嘅研究，你就社會真有進步。好嚟，新豐嘢哦，新豐嘢哦，對，當時都講嘅典範，我真係談唔落去。不過真係老觀眾朋友講嘅係一個，不管你喺通研究所，也係講你喺直接去畢業過去去唱嘢，就係自家選擇，千萬唔好因為來填時行團大家都去通研究所過後，自家咩上嚟來去拖，自家思考清楚，真係最重要啊！記得咯，下禮拜傾嘅時間，我哋繼續嚟收看後生太上宮，要翻睇假歌，我哋再嚟聊聊，拜拜。